狄更斯《雙城記》中有一句：這是最好的時代，也是最壞的時代；這是智慧的時代，也是愚蠢的時代。正當恒指重上3萬點，今年內有機會再次挑戰33,484點的歷史高位。但新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半年內第三次調低環球經濟增長預測，顯示今年經濟下行壓力風險仍大，反映利好利淡的消息，同時充斥目前的樓市、股市。隨着中美貿易戰有機會於短期內達成協議，此刻股市仍然牛氣沖天。但筆者過去曾分析，今年環球市況確實充滿挑戰。正如 IMF 最新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表明，自今年初以來，金融市場對全球經濟的前景看來仍然過於樂觀。實際上，未來進一步下調預測的風險很高。全球貿易緊張升級，歐洲經濟可能承受進一步衝擊，以及中國近期刺激失靈的可能性亦感到擔憂。總括而言，IMF 認為現階段發達經濟體將繼續逐漸放緩至明年。2018年下半年，全球經濟增長大幅放緩，從上半年的 3.8% 降至 3.2%。預期2019年全球經濟預計將增長 3.3%， 較2018年10月上一次全面預測下降了 0.4個百分點。2020年的預期增長率亦下調 0.1個百分點。至 3.6%， 無可否認，環球經濟增長放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，連帶香港本地經濟增長亦勢必受到影響。新近已有多間機構相繼調低本地經濟增長的預測，繼亞洲開發銀行及渣打銀行早前下調今年經濟增長預測後，香港大學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新近發表報告，下調今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 GDP 預測 0.5個百分點，料全年增長僅 2.3%， 反映香港經濟前景仍有隱憂。港大估計香港首季 GDP 增 1% 來看，不但較去年4季度進一步下滑，更是2012年2季度之後最弱的增長。反觀樓市現時情況，套用 IMF 首席經濟學家吉塔戈皮納特所用的形容，眼下是一個微妙時刻，儘管樓市存在着一定下行風險，整體經濟增長放緩，樓價難免會有一定壓力，但同時低息環境持續，未來美國更有機會再度減息，剛性需求持續下，過去一季整體二手交投均持續強勁，反映市場需求仍然殷切，相信未來樓市仍然傾向平穩，上升有壓力，同時亦難有大跌的可能。